第63課第18題，咁呢一題呢，主要就係講莫爾法嘅，佢又可以揾到一啲氯鹽嘅含量啦。例如今次個主角就係氯化鈉，咁點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咁因為喺氯化合物入邊嘅氯離子係可以同到我哋喺呢個方法入邊用到嘅試劑，即係硝酸銀溶液呢。咁我哋入邊有 Ag 正啊嘛，咁原來呢兩隻離子去合併嘅時候就可以產生到不溶於水嘅氯化銀嘅沉澱嘅。而我哋喺呢個滴定，我哋會用到咩指示劑呢？就係利用酪酸鹽指示劑，或者如果同學寫呢個酪酸鉀或者酪酸鈉亦都可以。而同學可能會問，點解我利用酪酸鹽指示劑可以去測定翻呢個莫爾法嘅終點呢？咁我哋首先都要諗翻嗰個滴定法嘅裝置嘅。咁如果我哋要將嗰個硝酸銀溶液呢係擺喺個滴定管嗰度，而係喺錐形瓶嗰度，我哋就要擺隻樣本同埋酪酸鹽指示劑。當個硝酸銀溶液加到去過量嘅時候，即係話喺個錐形瓶入邊係會有多咗嘅 Ag 正，而呢啲 Ag 正呢，原來係會同個 CrO4 二負成咗一隻紅棕色嘅酪酸銀沉澱，即係個 Ag2CrO4。所以當個滴定去到終點嘅時候，我哋就會知道係個混合物係會產生咗紅棕色嘅沉澱。跟住呢，我哋就去到計算嘅部分，我哋就要根據題目嘅資料呢去計算翻喺個湯嘅樣本入邊有幾多氯化鈉。好啦，嗱，咁首先我哋都係要利用翻上述嘅資料嘅。咁我哋知道呢，25.0個 cm³ 嘅湯嗰隻樣本呢，係需要咁多嘅硝酸銀去做反應。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根據翻呢一條離子方程式呢去計算。咁根據已有嘅資料呢，其實我哋先可以計算到銀離子嘅摩爾數嘅。咁如果計法呢，就係將個硝酸銀溶液嘅濃度再乘翻個體積。當然記得將體積呢要將 cm³ 變咗做 dm³ 啦，所以要除1000嘅。咁將兩個數乘埋一齊呢，咁我哋計到 Ag 正嘅摩爾數就係0.00719 摩。而根據翻上面嘅方程式呢，我哋就知道1摩爾嘅 Ag 正同埋1摩爾嘅 Cl 負呢完全反應嘅。咁即係代表而家Ag 正嘅摩爾數係有幾多嘅時候，Cl 負應該都會有翻幾多。咁而我哋亦都可以同時知道個氯化鈉嘅摩爾數會係幾多，因為呢每1摩爾嘅 NaCl 應該係要有1摩爾嘅 Cl 負嘅。咁即係話呢，其實我而家知道咗 NaCl 嘅摩爾數之後，我就可以計翻佢嘅質量啦。咁我哋呢就要將啱啱我哋計算嘅摩爾數再乘翻佢嘅摩爾質量，即係就會得出0.421 gram。最後就係到 C 啦，就係講緊湯嘅 pH 值呢係5.0嘅。咁點解呢？我哋要先調節翻湯嘅 pH 值啦。咁首先呢，我哋要知道莫爾法呢其實係要喺6.5至到9呢個 pH 值嘅範圍入邊進行，亦即係話呢，而家個樣本個 pH 值呢係低過合理嘅範圍嘅。咁如果 pH 值太低，即係過酸嘅話，係會發生咩事呢？嗱，如果太酸嘅話呢，即係相對上嚟講，佢個氫離子嘅濃度呢就係相對上係過高。咁過高嘅話呢，原來就會令到嗰啲酪酸鹽指示劑，即係 CrO4 二負一個離子呢，係會變咗 H2CrO4 或者係 CrO7 二負嘅。咁而呢兩隻嘅物質呢，佢係唔會同個銀離子呢去產生一個紅棕色嘅沉澱，亦即是話呢，我哋就好難去觀察到滴定嘅終點。